桂丸嘅鮮果就係龍眼，屬於無患子科龍眼屬植物。咁龍眼咧同桂枝、香蕉、菠蘿一齊，號稱南國四大果品喎。大家好，我係謝醫生。呢一期嘅影片咧，我哋嚟講講桂丸龍眼乾。咁龍眼咧，佢原產於泰國、越南、昆士蘭、中國中南部同埋東南部啲地方㗎。佢後來引種於美國佛羅里達州、爪哇島同埋中國台灣等地㗎。喺中國咧多分佈於南部地區。咁龍眼嘅栽培歷史好耐㗎。咁中國漢代時期《神農本草經》咧就記載龍眼辨明益智，深南海山谷。呢係中國咧最早記載龍眼延伸於華南嘅史實。咁桂丸嘅鮮果係龍眼，以前嘅水果係唔可以儲存都唔好運輸㗎，所以咧佢要曬乾先至運往北方㗎。因為龍眼喺廣西產嘅又比較多，佢又圓碌碌嘅，所以咧北方人就將龍眼叫做桂丸啦。咁營養學家研究發現咧，每100克桂丸中咧全糖係12%至23%，咁葡萄糖咧係26.91%，咁酒食酸咧1.26%㗎，蛋白質佔到1.41%，脂肪係0.45%㗎。咁維他命 C 咧係佔到163.7毫克㗎，咁維他命 K 咧196.6毫克，仲有維他命B1、B2。咁經過處理製成果乾咧，佢每100克含糖量咧只係74.6克㗎。咁鐵係36毫克，鈣係2毫克，同埋磷咧110毫克㗎。咁鉀係1200毫克。咁多種嘅礦物質，仲有氨基酸、藻素、甘氨酸、油脂、蛋鹼等，呢都係強大滋補能力嘅一個來源嚟㗎。咁桂丸含有豐富嘅葡萄糖啦、蔗糖、蛋白質呢啲含鐵量都比較高，佢可以幫我哋提高熱量，同時咧係補充營養嘅時候咧，又可以促進呢個血紅蛋白再生，從而達到一個補血嘅效果。咁研究發現咧，桂丸咧除咗對我哋全身有補益嘅作用之外咧，對腦細胞都特別有效㗎，可以增強我哋記憶，消除我哋嘅疲勞。咁藥理學研究發現咧，龍眼肉佢嘅提取液有抗應激嘅作用，對於小鼠所受嘅低溫或者係高溫或者係缺氧嘅刺激咧，都有明顯嘅保護作用㗎。咁龍眼肉嘅甲醇提取物咧，佢有明顯嘅抗焦慮嘅活性。咁乙醇嘅提取物咧，佢又可以明顯影響呢個大鼠個垂體性腺軸嘅功能。另外咧，龍眼肉仲有鎮靜、催眠、增強免疫功能、抗氧化、抗衰老、抗菌、抗腫瘤咁多種嘅藥理作用㗎。咁有啲朋友問謝醫生食桂丸肉會唔會上火咧？咁桂丸咧係我哋中醫中咧屬於養血藥嘅一種。咁中醫認為桂丸味甘性溫，歸心脾經嘅，佢主要功效係補血安神、養血益脾嘅。其實咧體質比較弱嘅人或者係啱啱生完細路哥嘅嗰啲產婦咧，食啲桂丸咧對佢哋身體回復咧係好有好處嘅。但係咧由於桂丸佢個性質係溫熱㗎，咁呢過量嘅食用咧可能就會導致上火啦。咁冇益呢個身體㗎。咁例如咧有啲朋友佢本身係屬於陽氣過盛嘅體質，佢個體內咧陽氣過旺，或者喺平時咧經常食完一啲辛辣刺激性嘅食物，例如辣椒火鍋，佢係容易導致體內嘅陽氣過旺，從而咧導致食咗龍眼就會上火噶啦。佢就可能會伴有呢個五心煩熱、潮熱、盜汗嘅呢啲症狀㗎。另外咧有啲女性朋友希望食桂丸嚟養顏嘅，但係咧過量嘅食用唔單止起唔到養顏美容嘅效果，仲會引火上心，可能會造成面上咧生痘，咁嚴重嘅話仲會傷陰。咁婦女朋友都有可能會影響到月經等情況㗎。所以咧我哋桂丸係一種滋補嘅食材，食多咗係會上火㗎，所以大家一定要適量咁服用，唔可以服用得太多㗎。咁桂丸同埋龍眼係同一種水果，咁龍眼咧指嘅係鮮果比較多，咁龍眼係大殼大核曬乾之後咧就叫龍眼乾。咁現在嘅桂丸咧大多數係指嗰啲氣殼去核，只係保留果肉曬乾之後嘅龍眼㗎。咁另外咧，謝醫生提醒大家，咁中醫認為空腹食用桂丸咧，可能會使佢嘅溫熱之性咧直接刺激呢個腸胃，
導致呢個腸胃積熱㗎。而喺飯後食用咧，食物咧喺我哋胃腸中咧會起到一個緩衝嘅作用，俾桂圓嘅營養成分咧喺腸胃中嘅消化過程中係緩慢吸收㗎，佢減少上火嘅可能性。而且咧，從中醫脾胃運化角度嚟講，我哋飯後人體嘅脾胃咧處於一個工作嘅狀態，可以更好咁對桂圓咧進行消化同埋轉化㗎，使佢嘅補益功效咧得到更好嘅發揮㗎。咁有啲朋友可能就會問：咁謝醫生食用龍眼肉仲有乜嘢需要注意嘅咧？咁有啲朋友如果係有外感、風寒、風熱咁啲邪氣，或者係有痰濕體質嘅，佢有可能咧食咗龍眼會上火㗎，呢點係需要注意㗎。咁糖尿病嘅朋友喺食龍眼嗰陣咧，需要控制好食量，避免過多食用㗎。另外咧，又要懷孕期間，佢本身係容易出現一啲糖代謝嘅異常，容易血糖偏高，所以咧含糖量高嘅水果，例如龍眼肉啦，都要適量咁食，唔可以食多㗎。從中醫角度嚟講，由於懷孕會有陰虛內熱嘅一個情況，所以咧唔適宜咧多食易上火嘅龍眼㗎。同時咧，龍眼佢又屬於熱帶嘅水果，佢有一定嘅易敏性嘅，係過敏性炎嘅食物之一。當過敏體質或者係喺機體免疫力低下嘅時候咧，食用龍眼咧可能會出現一啲過敏反應。咁龍眼嘅過敏嘅症狀咧係由於過敏輕重程度唔同，有表現唔同㗎。其中有啲係以皮膚痕癢、紅疹、惡心嘔吐、腹痛腹瀉嗰啲症狀為主嘅，而且都有一啲唔同程度嘅頭暈以及胸悶緊呢啲唔適嘅症狀，所以如果出現過敏嘅情況咧，就要即刻揾醫生處理㗎。有啲朋友問：謝醫生血糖高可唔可以食桂圓咧？其實咧，當糖尿病患者血糖好高嗰陣咧，係唔建議食桂圓嘅，因為桂圓含糖量相對較多，食咗之後咧可能會導致呢個血糖咧進一步升高，甚至有可能誘發糖尿病急性併發症㗎。例如糖尿病酮症雙酸中毒，或者係呢個高糖高滲嘅一個狀態。對於血糖控制喺正常範圍內嘅一個糖尿病患者咧，可以適當咁食啲桂圓啲水果，但係一定要注意控制量。過量嘅食用咧，同樣都會造成血糖嘅波動㗎。一般糖尿病嘅朋友咧，佢每餐水果咧建議係我哋正常健康人嘅1/3至1/4㗎。咁樣咧，唔單止可以品嚐水果嘅美味，同時咧都唔會造成血糖咧出現大嘅波動㗎。另外咧，食水果之後咧，要記得監測呢個血糖，因為同樣嘅水果，同樣嘅量，俾兩個唔同嘅糖尿病朋友咧食咧，佢嘅血糖增高嘅程度咧可能係唔同㗎。因為每個人對食物嘅消化吸收嘅能力都會有差異㗎，所以咧，如果一定要少量咁食用桂圓嘅話咧，記得要監測呢個血糖。以了解呢種水果對我哋自己一個血糖嘅影響。如果食咗之後血糖升高非常明顯，咁提示呢個桂圓咧可能就唔適合你食，或者食得太多啦。下次一定要注意調整啦。所以咧，血糖高嘅人群咧係應該謹慎食用桂圓㗎。雖然桂圓富含營養，但係咧高糖含量咧可能會導致血糖波動嘅，同埋呢個併發症嘅風險增加。咁謝醫生都係建議血糖高嘅人群咧喺水果選擇中咧選擇一啲含糖量相對比較低嘅水果，例如西紅柿、蘋果、無花果。同時咧都要控制好一啲攝入量㗎。平時咧都要控制好脂肪嘅攝入，唔好食啲太油膩嘅嘢。養成長期嘅進行體育運動嘅習慣，定期複查血糖，降血糖穩定喺一個合理嘅範圍之內。咁多謝大家。